华视在地新闻，乡亲啊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新历的6月7日，旧历的正月16，礼拜一。后来乡亲啊，这个佛光山的创办人星云大师，人生圆满，从尾仔嘛去做仙咯，真长退休哦，才97岁。伊是佛光山的开山总长，嘛是国际佛光会创办人，积极推广文化教育甲慈善事业。报纸、人间福报、甲电视、人间卫视，都是星云法师创办的。讲星云大师就亲像困去安尼，立众地主的念佛声中，昨尾仔5点安详来离开。佛光山的会团法师讲，星云大师对生死看真开，有时阵呼吸袂顺，用要袂喘气，伊也是笑笑啊讲，家己无病，只是活动较无方便尔。伊嘛甲地主来约定，讲来生要阁继续来做和尚。星云仙咯，佛光山即日开始暂停对外任何的活动，嘛伫个分机楼开放予信徒来对事。有真侪信徒真艰苦，目屎飞袂离。星云大师原籍各地信众陆续赶来对事，对事会场布置甲真庄严。真侪信众来这里缅怀，外口排有够长，有信众透明为北部赛车落南。大师离开世间，互因真唔甘。我在16年前的时候，我跟着大师，我们一起去我们的蓝天市澳洲这个年会，然后留下了一个最珍贵，大概5、6个的照片。他就是那么平易近人。那一位当代的大师，永远在我们心中。永远存在。佛光山创办人星云大师中风后，身体状况就愈来愈歹，昨下晡安详离世，享基寿97岁。在我们众位弟子念佛声中啊，这样子安详入睡。星云大师晚年虽然健康度红灯，真少伫公开场所出现，不过面对生老病死，伊看甲真开。他把生老病死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明，叫做老病死生，意思是说，人死了以后，他还会生。他说啊，我没有病呢。他说我只是活动比较不方便而已啊。大师在世时，就一切拢真简单，福音更加列出，无要设地丧委员会，无要个别发福音，无要做佛事，看淡生死的意，佛光山早就安排好啊。星云大师常常告诉我们，要集体创作啦，要制度领导啦，那种种这一些，就是平常都已经告诉我们，我们应该要怎么做。伊这些人方法80多档，全世界追随伊出家地主超过2000人，全世界信众有几百万人。关心社会、关心佛法的伊，离开世间前，佮甲地主约定来生要佮做和尚。如今佛教一代大师离开世间，嘛留予世间人无限的对视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